很有艺术气息。啊，空间也是很大，榻榻米的日本式的。嗯，日本式的。对，他之前说的是室内设计，后来又跑到南海去读他的应用英文。哦。我女儿这一次来那个银子啊，那个，对，啊，有办法的呀，我来给你来一起哦，真的。在这里开幕吗？对呀，开幕的时候我女儿。哦，是的。对呀。孩子们都很帅很美。真的哦，而且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好。我的孩子